用亲啊，继续来看花莲空军基地一台 F-16的战机，昨暗伫个花莲海峡执行任务的时阵发生意外，国军马上派遣搜救，但是飞机顶的飞官新笔架目前也是失联。空军司令部早起开记者会，讲这个战机当时伫个关岛1700尺的施工点来消失。消息的前8秒，新笔架有透过的无线电话讲要来跳线，但是事后并无发现信标，也就是讲无法度确定这个跳线是毋是有成功。这个编号6怪洞洞的 F-16V 航空母翕到伊伫空军家己基地身影，因过执行战备任务的时，就因为真接必飞，训练的强度真大，被称之为铁机。昨暝花莲基地夜巡的时，失事坠海。东莞处赵天明24小时的即时影像，本来暗暝蒙的海面正边有火光，敢若就是翕到 F-16栽落海的瞬间。新笔架是平湖人，是上尉战斗机的飞行官，空军官校108年班毕业，飞行总时数超过600点钟，其中超过371点钟是驶 F-16。若失事这台飞行机总飞行时数是3800点钟，发动机是5400。依照我们现在录音的这个操舰，它是有呼叫跳伞、跳伞、跳伞，没有得到这个信标机的讯号。我们现在还没有事证可以证明飞行员确实有执行跳伞的动作。回顾昨暝6点17分，新笔架所驶 F-16V 战斗机2号机为花莲基地起飞执行夜航训练，伫7点29分转来过程中，敢若是 MMC 无做坏任务电脑发生故障，同时回报 to loss 分钟失散，也就是伫分站中已经看袂到僚机啊。到7点28分，新笔架表示讲，伊本身的关度一直降低，拍算要跳伞。无偌久，2号光点就消失伫画面中。这个位就伫花莲丰滨乡东边，差不多是10海里的所在。就拐洞洞号机，我们有清查近半年的情况，都没有任何的 MMC 故障情况。从我们凤掌购改完之后，针对每架机 MMC 故障的情况，我们空军这边每批都要去下载它的故障资料，把参数收集给美方。然后再继续提供给美方去研析。相关的单位全力搜救，都毋望讲赶紧有好消息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